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是是非非脫口秀。今集我一開始就講清楚，我講嘅嘢唔係為咗討好人，更加唔係為咗博同情。如果你而家已經住喺英國，但一睇到標題就開始覺得又嚟針對我哋香港人，咁你可以選擇關掉，因為今集真係唔係寫俾你療傷用，我係寫俾你清醒用。我哋先還原一個最基本嘅事實，今年英國人出嚟示威到底係為乜？唔好自己幻想，唔好自己代入，唔好見到人上街就自動覺得同一陣線。英國人嗰一輪示威講到尾得幾個字：生活越嚟越難，樓價高，租金癲，福利收緊，醫療排長龍，公共資源唔夠用。而移民呢個字只係佢哋用嚟集中情緒嘅一個出口，但偏偏就有一班住喺英國嘅香港人企喺旁邊睇到眼濕濕。你哋心入面諗緊乜？終於有人同我哋一齊反對政府。你睇英國人都唔滿意，只要我哋都出聲，政府一定會聽。講真，呢個誤判係成件事嘅起點。你哋有冇真係聽清楚佢哋喊緊乜？你哋有冇真係睇清楚佢哋鬧緊邊個？佢哋唔係鬧政府對移民唔夠好，佢哋係鬧政府放太多人入嚟，而你哋就係嗰個太多人入面嘅其中一類。但你哋唔願意接受，你哋寧願相信一個版本，只要我哋表現得夠民主、夠理性、夠有價值，英國社會就會分得清楚我哋同其他人唔同。問題係英國普通人根本冇興趣幫你分，佢哋睇嘅唔係你背景，唔係你故事，唔係你當年發生過乜，佢哋睇嘅係我生活有冇變差。而當生活變差，所有解釋都係多餘。再過一段時間，畫面就更加諷刺，開始有一批住英國嘅香港人自己都走出嚟示威，反對新政策，反對新門檻，反對規則改變，口號熟口熟面，動作一樣熟悉。你哋有冇諗過英國人喺旁邊睇到係咩感覺？唔係感動，唔係支持，而係一個好現實嘅疑問：點解又係你哋？你哋喺香港上街，而家換個地方繼續上街，你哋自己覺得係堅持理念，但喺本地人眼中，你哋只係將一套衝突模式完整搬到另一個國家。而最尷尬嘅位係，你哋以為示威係萬能語言，但對英國制度嚟講，示威從來都唔係加分項。英國政府唔怕你嘈，佢怕你合法長期進入體制。你哋偏偏揀咗最冇耐性嘅方式。再講 BNO， 喺你哋心入面 BNO 係乜？半個英國人，道德承諾，歷史責任。但喺英國社會眼中， BNO 只係一張有條件嘅居留安排，唔係身份，唔係認同，更加唔係情感連結。你哋攞住 BNO， 但唔代表英國人會自動將你哋當成自己人。呢個落差你哋一直唔肯正視。而當年答應你哋嘅係邊一屆政府？而家喺台上嘅又係邊個？政治可以延續，但承諾唔會自動繼承。呢一點喺英國係常識，只係你哋一直唔想接受。你哋不斷用當年講好㗎去對抗而家改規則，但現實世界唔會因為你覺得唔公平就停低等你。去到呢一步，有一個現象開始好明顯，英國社會對香港人嘅態度慢慢由同情變成冷處理。呢個轉變唔係一夜之間發生，而係一步一步累積出嚟。一開始你哋係新聞入面嘅故事，有背景，有情緒，有象徵意義，媒體願意寫，政客願意講。但當故事變成數字，同情就會退場。當人數上升，壓力出現，政策要平衡，你哋就唔再係敘事，而係變數。而英國制度最怕就係變數太多。你哋有冇留意到一樣嘢？英國政府近年講移民語氣越嚟越少情感，越嚟越多計算，講嘅唔係值唔值得幫，而係承受唔承受得起。而你哋好唔好彩正卡喺呢條算盤上。再講反示威，你哋一直相信示威等於公民參與，等於道德正確。但喺英國政治文化入面，示威只係眾多表達方式之一，而且從來唔係最有效嗰個。示威可以宣情緒，但唔等於影響政策。你哋越示威，喺政策制定者眼中只會越清楚一件事：呢個群體情緒高，動員快，管理成本高。呢個標籤一貼上，後面嘅走向其實已經好清楚。政策唔會因為你哋喊得大聲而放鬆，只會因為風險而收緊。而你哋最唔願意承認嘅係，你哋一直用一套香港經驗去理解一個完全唔同嘅社會。你哋熟悉嘅係街頭壓力、輿論拉扯、情緒對撞，但英國真正運作嘅係制度、程序、數據、長期規劃。你哋喺街頭投入嘅能量喺制度入面幾乎冇轉化，
再殘酷啲講一句，英國人唔會分你係溫和定激進，唔會理你當年有冇參與過乜，更加唔會理解你哋內部嘅複雜分層。對佢哋嚟講，你哋只係同一個標籤底下嘅一群人，而當一群人同抗爭動員政治情緒長期綁埋一齊，任何政府都唔會鬆手。你哋成日話我哋係守法嘅，我哋係和平嘅，問題係政策從來唔係根據你自我定義，政策只睇結果，而結果係你哋出現得愈多，英國社會對移民嘅耐性愈低。再講一樣更現實嘅嘢，你哋之中有唔少人其實從來冇諗過要真正融入，你哋住喺熟悉嘅圈子，做反熟悉嘅工作，講反熟悉嘅語言，睇反熟悉嘅媒體，然後你哋期待英國社會喺關鍵時刻會為你哋特別理解、特別體諒。呢個期待本身就好矛盾，因為融入唔係靠價值標籤，係靠日常互動，而你哋好多時選擇咗最安全、最封閉嗰條路，到最後當政策轉向，你哋先發現原來自己一直都喺圈外。你哋以為自己係例外，但制度最唔信例外。呢一段唔係結尾，真正難聽嘅說話仲未講。去到呢度，我要講一句好殘酷，但一定要有人講嘅說話。你哋而家遇到嘅處境唔係被出賣，亦唔係被背叛，而係被重新計算。國際政治從來都冇情義優先呢回事，有嘅只係時機、利益、風險同成本。當年你哋有價值，你哋就會被高調接納；當你哋變成壓力，你哋就會被低調處理。呢個邏輯喺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成立，只不過你哋一直唔肯接受。你哋成日講一句說話，我哋回唔去，但現實世界聽到嘅唔係情緒，係一句更冷嘅翻譯。我哋需要一個地方繼續安置自己，而對英國政府嚟講，安置從來都唔係無條件嘅義務。你哋將回唔去，當成一個道德盾牌，但制度唔識呢一套。制度只會問你喺唔喺規劃之內，你係資產定係負擔，你帶嚟穩定定係風險。當問題變成咁樣，答案就已經唔關情感事。再講一樣，你哋最唔想面對嘅事實，你哋之中有一部分人其實並唔係回唔去，而係唔想回。回去代表要重新面對現實，面對變化，面對自己當年嘅判斷。而留喺英國，起碼仲可以繼續講一個熟悉嘅故事，但世界會向前行，故事唔會永遠有效。當英國社會開始將你哋視為長期存在嘅政治移民群體，而唔再係階段性人道個案，整個定位就已經改變。你哋唔再係被保護對象，而係被管理對象，而管理對象就一定會有門檻、有限制、有篩選。呢個唔係針對你，係制度本能。你哋最失敗嘅地方唔係選擇離開，而係離開之後仲繼續用舊嘅思維模式理解新世界。你哋將抗爭當成身份，將示威當成語言，將情緒當成正當性。但英國社會運作嘅基礎係規則、係程序、係耐性。你哋嘈得愈多，只會愈快消耗耐性。再講得白啲，英國人可以自己批評政府，但唔等於歡迎外來者。將政治衝突長期帶入本地社會，呢個界線喺任何國家都存在，你哋跨過咗，卻一直唔肯承認。而當本地社會開始反感，你哋第一時間選擇嘅唔係反思，而係指控你哋變咗。你哋唔再守價值，但價值從來都唔係單向付出。如果你想一個社會接納你，你都要承擔作為一份子嘅重量，而唔係永遠停留喺我曾經付出過，我當年好慘。你哋應該明白我，世界唔係心理輔導室，國家唔係情緒收容所。最後，我想講一段可能最唔討好，但最重要嘅總結。如果你哋繼續相信，只要上街，只要示威，只要放大情緒，制度就會為你哋讓步，咁你哋只會不斷重複同一個結局。無論你喺香港，定係喺英國，定係去到任何一個地方，你哋要面對嘅唔係世界對我哋唔公平，而係世界唔會為任何一群人長期破例。你可以選擇接受呢個現實，慢慢調整，慢慢融入，慢慢重建自己嘅位置。又或者你可以繼續沉溺喺我哋本應得到更多嘅想象入面，但後者只會令你越嚟越孤立。呢度係是是非非脫口秀，我唔係嚟安慰你，亦唔係嚟否定你嘅感受，我只係想講清楚一件事：當情緒行喺現實前面，有一日一定會俾現實撞反轉頭，而嗰一下冇人會幫你擋。世界繼續轉，政策繼續改，社會繼續向前，你要唔要跟上決定權，一直喺你自己手上。多謝大家收睇是是非非脫口秀。
如果你覺得今集講嘅唔係情緒而係現實，歡迎你分享俾更多人。我哋下次再見。